讲到文化，其实在根据台湾的传统，囡仔满6岁要读国校进前是有一个开智慧的开笔礼。即马为着要互民众来了解这项传统，家己成风标是来配合民间团体来办做道祭甲开笔的活动。毋但是替这的囡仔来祝福，嘛互民众来体验文化。父母孝顺父母，热爱学习。准备要读国小的囡仔，对着医师过聪明门，伫下头来点珠红。家己新荒庙伫文昌帝君诞辰即天，伫家己市政府举办开笔礼的传统鼓励，毋但要替囡仔来开智慧，互因交读册，嘛要甲活动的收入做公益，照顾弱势家庭。他们很用心，所以我感觉这个活动做有意义，而且开运像宜兰啊、外县市拢有，嘉义拢无，所以我感觉嘉义有这个活动足赞。开笔礼这个仪式，甲咱满月甲咱一个抓周活动，总会在今仔日是咱文昌帝君的圣诞千秋之下，来办理这个社会公益、最有意义的这个活动。除了开笔礼的活动以外，阁有替满1岁囡仔来做道祭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过程当中规划真侪仪式，互参加的父母会当透过传统的礼俗文化，展现因疼惜囡仔的心情。做道祭方面，当然嘛是一定要有照鼓励，咱就爱卡打红龟粿，互大家拢平安。长岁寿大久，互你交读书嘛再来就是有平安果希望伊拢平安交大汉，就有意义嘛有仪式感，嘿对，也希望小朋友会使较平安快乐。这个公益鼓励做道祭的活动，今年是第7届，到今已经有超过250个囡仔受神风爷甲文昌帝君的庇佑。家己神风庙表示，透过活动，唔但当增加家庭亲子之间的关系，嘛互传统的文化礼俗带来传承的意义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